好，我哋開始嘅時候一齊做一個祈禱。我哋天父，我哋感謝你，讓我哋喺新嘅一年嘅開始有機會去讀呢本約拿書，一個大家都好熟悉嘅書本，一個細路仔都已經好熟嘅書，但係裏邊卻藏着好豐盛嘅恩典與奧秘。求主你幫助我哋喺呢4個主日嘅晚上，可以有機會一齊去安靜落嚟，深思你喺我哋生命裏邊嘅呼召。通過約拿嘅故事，通過你嘅聖靈，通過你嘅聖經嘅話語，去呼召我哋，叫我哋都起來回應你嘅呼召，為你喺呢個世代裏邊作見證。求主你祝福我哋今晚一齊嘅時間，咁樣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星期六晚嘅10點鐘，你喺屋企打緊機、嘆緊茶，突然間你收到主日學校長嘅 WhatsApp， 佢急 call 你，因為兒童主日學聽日嘅老師病咗，需要有個代課嘅老師。今個學期嘅兒童主日學嘅題目係12個小先知書。你聽到呢個題目你都心寒。不過因為呢，你係第一課，所以你有個絕對嘅優勢。你個優勢就係你可以任選其中一個去教呢啲小朋友。你會揀邊卷書去教呢啲小朋友呢？你會係揀最短嗰個俄巴底亞書，定係最長嗰個撒迦利亞書，定係教會啱啱講完嘅馬拉基書呢？你呆咗一陣，靈機一觸，你話其實選擇只有一個，梗係約拿書啦。除咗約拿書，仲有乜嘢係更好做兒童主日學嘅材料呢？約拿書實在係一個非常之唔同嘅先知書。其他嘅先知書都係上帝通過先知向佢嘅子民傳達信息，但係約拿書裏邊係上帝同約拿嘅鬥爭，係富有好戲劇性嘅一本書。而且你諗下，你覺得呢本書真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咧，係最完美嘅一本書裏邊，因為裏邊有條好大嘅魚，跟住裏邊有好多劇情喺當中。其實嗰晚你都唔需要點準備，你心裏邊已經諗到聽日要做啲乜嘢。你話好簡單啫，聽日返到教會裏邊上 YouTube 俾你睇2條片，講少少古仔，畫下畫，填下顏色，無驚無險又到12點，咁咪搞掂咯。但我想問你，約拿書係咪真係咁簡單？係咪咁樣就將約拿書講完呢？大概唔係。好多人睇約拿書嘅時候，會將個重點擺喺條魚嗰度。有人會問條魚係真定假㗎？有啲人話有幾大啫？究竟係好大好大嗰隻定係乜乜？有啲人會問有冇可能一個人喺條魚裏邊3日3夜而唔死嘅呢？有冇科學證明咁呢？但係當你仔細去睇約拿書嘅時候，你發覺條魚其實係道具嚟嘅啫。條魚其實係茄喱啡嚟嘅。喺48章嘅聖經裏邊，條魚淨係出現過3章嘅啫。喺約拿書裏邊，條魚唔係主角嚟嘅，個主角係約拿。唔單止係咁樣，喺約拿書裏邊，約拿係有一個好特別嘅形態，佢係一個不斷下降嘅約拿。就算喺第3章佢俾條魚吐翻出嚟，其實佢不斷繼續持續下降嘅。呢啲下降係講緊約拿嘅屬靈狀態。佢不斷離棄神，佢不斷逃跑。約拿係咁跌，係咁跌，要跌到黑暗罪惡嘅深淵裏邊。但係佢有冇死？
佢冇死到。點解？因為當佢跌落最黑暗嘅地方嘅時候，佢喺嗰度揾到耶和華，佢遇到耶和華，係耶和華將佢由最深嘅深淵托起、升起。耶和華喺約拿書裏邊有個名堂，叫做豐盛慈愛，叫做恩典憐憫。去到第4章我哋又揾到噶啦。而因為耶和華嘅豐盛慈愛，因為耶和華嘅恩典憐憫，所以約拿有救贖。原來約拿書嘅主角都唔係約拿，係耶和華。約拿係一個配角，約拿嘅出現係為咗要襯托耶和華嘅偉大。喺耶和華嘅手中，約拿揾到佢嘅救贖。如果你睇到我張 slide， 你覺得有啲奇怪，因為林牧師救贖係啱嘅，點解你用個十字架嚟講約拿嘅救贖呢？約拿好似早過耶穌好多代嘅，約拿冇可能知道有十字架呢樣嘢嘅。你講得啱嘅，我相信約拿係唔知道會有十字架呢樣嘢嘅。但係約拿嘅故事同十字架係有一個不可分割嘅關係。如果你聽我講到聽得耐咧，你要大概知道咧，我經常都會講呢樣嘢嘅。聖經係一本非常奇妙嘅書，聖經既有66本書，但係其實聖經又係一本書。當你當聖經係一本書去睇嘅時候，你知道聖經個中心唔係約拿書，聖經個中心係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of God， 天國嘅來臨，君王嘅來臨，救主嘅來臨。舊約39本書都係期待住呢個君王嘅來臨，新約27本書都係指翻去耶穌基督嘅來臨。而主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為我哋成全救贖，喺十字架上主耶穌基督為我哋成為嗰個救主。如果約拿書係關於救贖嘅話，約拿書就係指向成本聖經嘅中心，最終嘅救贖，十字架嘅救贖。所有舊約嘅書都係一個影子，指向在主耶穌基督裏邊，在十字架上裏邊最終嘅救贖。於是喺呢個十字架嘅光照之下，我幫呢個約拿書呢，就改咗一個題目，叫做《亞非正傳》。咁當然啦，《亞非正傳》係取材於個英文版嘅1955年James Dean 嗰套啊，《Rebel Without a Cause》，係嘛？如果我翻去中文就係無厘頭嘅叛徒。約拿就係一個無厘頭嘅叛徒。約拿個名喺希伯來文叫做鴿子，所以叫佢亞非啱噶啦。但係你睇下個題目係咩？係亞非正傳。點解我叫佢做正傳？因為我相信呢本書係約拿回頭歸正之後所寫嘅，所以呢本書係講緊回轉約拿眼中嘅耶和華，回轉約拿眼中嘅耶和華。當亞非歸正之後所寫嘅一個彰顯耶和華嘅一本書。我想你知道呢，其實好多聖經學者呢係根本係對於約拿邊個寫約拿書有好大嘅爭論。甚至可以同你講，大部分嘅聖經學者係唔相信約拿呢係寫約拿書嘅。其中一個佢哋唔相信嘅原因係因為佢哋覺得呢個故事冇可能係歷史嘅事實嚟嘅。佢相信呢個故事大概係虛構嘅，係寓言故事，係神話故事。點解？因為佢冇辦法相信有條魚可以咁樣吞咗個人3日3夜而唔死嘅。就算有啲人相信呢個歷史事實，佢哋都冇辦法相信呢回轉翻嚟嘅約拿呢會寫一本將自己貶得咁低嘅書。佢話如果佢真係回轉咗，佢冇理由將自己寫得咁差嘅。你大概如果你做基督徒耐，你都記得嘅，有啲人呢叫佢信咗主之後呢，叫佢做見證係點做嘅。我從前係咁樣嘅，但我而家呢，我係咁樣嘅，係嘛？冇人會做咗基督徒之後
寫本咁樣嘅嘢嚟糟質自己嘅，係難以想像嘅。於是嗰啲聖經學者覺得呢個故事呢，其實有另外一個先知寫嘅，另外一個先知去做咗啲研究，去訪問咗嗰啲水手，知道嗰件事，跟住唔知喺邊度揾到約拿嗰個祈禱，跟住又去尼尼微搜集證據，咁於是呢，就寫咗約拿書嚟督約拿背脊。所以話俾我哋知咧，約拿係一個反例子，佢逃避上帝，佢恨惡敵人，佢歧視嗰啲外邦人。於是呢個信息好簡單，唔好似約拿咁。我睇咗好多呢啲咁嘅嘢，但係我覺得呢係唔 work 嘅。我覺得由頭到尾，如果你真係相信約拿書係一個歷史嘅事實嘅時候呢，你淨係有一個最大嘅可能就係真係約拿寫嘅。點解呢？因為你睇到第4章嘅時候，當約拿出咗城，佢喺城嘅東面嗰啲事情，佢係一個人嘅咋。嗰啲嘢淨係約拿自己知道嘅，除非約拿自己寫翻嗰啲事情，其實冇其他人可以知道嗰啲事情嘅。我相信呢本書係約拿寫嘅，我相信呢本書係約拿嘅懺悔錄。約拿寫咗48節嘅懺悔錄，佢將自己貶低，因為佢有一個目的，更偉大嘅目的，就將耶和華顯大。佢唔怕自己被貶低，因為佢要彰顯耶和華嘅恩惠、慈愛、憐憫、恩典。我相信約拿書係一本活生生嘅歷史，我相信約拿書係一個精闢嘅文學作品，於是歷史加文學變成一個美麗動人嘅見證，見證耶和華嘅偉大。如果你去睇約拿書，你發覺約拿書咧好得意，好似一個舞台劇咁樣嘅。喺呢個舞台劇裏面咧，主要有兩個背景。第一個背景係波濤洶湧嘅大海，第二個背景係沙塵滾滾嘅大城。一個係大海，一個大城。而喺呢兩個背景裏面呢，又可以分為兩幕，一個呢喺海嘅上面，一個係海嘅下邊，一個喺城嘅裏面，一個喺城嘅外邊。你睇唔睇到啊？4章好似一個舞台劇咁樣嘅，但係我想你知道呢4幕唔係獨立嘅故事。呢4幕其實係一個搭住一個，搭住一個，搭住一個，佢要將4個圖畫變成一個整體嘅見證，好似你起一個4層樓高嘅大廈咁樣。於是我哋今次所讀嘅唔係淨係一次過可以講掂，所以我哋要4個禮拜去講4層樓嘅大廈。阿非正傳第一層叫做投奔怒海，第二層叫做葬身魚腹，第3層叫做麻衣回轉，最後一層係憤怒求死。所以你今日嚟咗咧，你係聽到第一層嘅啫。你除非你下邊再翻嚟，再翻嚟，再翻嚟，你要睇晒4層樓，你要睇嗰個大廈啊嘛。當佢起晒4層樓之後，仲爭咗一樣嘢，仲要做咩呢？加翻個十字架啊！加翻個十字架，咁先係一個恩典嘅大廈啊嘛。點解你一定要加個十字架呢？因為咁先可以襯翻公理堂噶嘛，係嘛？你諗下，你可唔可以想像公理堂係冇十字架嘅？你諗下，我哋起咗24棟樓，跟住話十字架唔使啦。咁公理堂係乜啫？再唔係一個恩典嘅大樓，但係因為我哋有個十字架，呢個十字架就可以喺度明光照耀，將恩典帶到黑暗嘅香港。好，講完我嘅開場白，講完我嘅引言，講完我嘅介紹，介紹完呢個恩典大廈嘅地基，咁我哋而家可以上一樓啦。約拿書第1章第1節，耶和華嘅話臨到亞米大嘅兒子約拿說：起來，到尼尼微大城去。如果你熟悉聖經嘅時候咧，你應該知道咧，亞米大嘅兒子約拿咧，其實喺聖經裏面已經出現過噶啦。
喺列王記下第14章裏邊，列王記下第14章話俾我哋知，約拿係一個先知，而佢預言嘅對象係當時以色列王耶羅波安。嗱，如果你查翻歷史咧，呢個在位嘅時候咧係公元前782年到公元前753年。如果你知道嗰啲歷史背景，你知道當時嘅以色列北國以色列嘅北方有個死敵，個死敵叫做亞述，而尼尼微就係亞述國嘅其中一個重城。亞述人咧係一個點樣嘅民族呢？非常之殘暴。而佢哋喺上面由北邊成日都攻落嚟，要佔據以色列人嘅地土，於是佢對以色列人造成好大嘅傷害、好大嘅威脅，甚至喺約拿之後大概30幾年嘅時候呢，亞述就將北國以色列完全滅咗。上帝話起來到尼尼微大城去做乜嘢？去向其中嘅居民宣告，因為他們的惡已達到我的面前。你要去宣告咩？宣告佢哋嘅惡。嗱，頭先我哋話尼尼微係一個大城，而家佢變咗做個大惡城，你睇唔睇到啊？因為佢嘅大本來唔大咧就冇乜問題嘅，但係佢係大惡之城，於是上帝差遣約拿去宣佈審判。嗱，如果約拿真係去係淨係想話俾佢聽，上帝要審判你哋死梗噶啦，我諗約拿咧可能係好開心去嘅，因為佢大概好恨惡呢啲亞述人。但係約拿自己心中有數，佢認識耶和華，佢知道耶和華係恩典慈愛等等，佢諗佢要佢去講呢個信息係因為佢想俾呢啲人一啲機會，一啲回轉嘅機會。於是約拿起身，佢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如果你去聽過其他人講道嘅時候，你知道呢，有啲人會話咧，約拿其實咁樣逃跑呢，其實都有佢嘅理由嘅。約拿嘅逃跑好似喺2次世界大戰裏邊大屠殺裏邊生還嘅一個猶太人，跟住你叫呢個猶太人翻去納粹德國同佢哋傳福音啊！又或者喺抗日戰爭之後有個中國人嘅生還者，跟住你要差派呢個中國人咧去日本嘅軍人嗰度咧，同佢哋講悔改嘅信息，係有難度嘅，係好心噏嘅一件事。於是約拿起身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華。你睇唔睇到呢個諷刺啊？第2章第2節嘅裏邊，神叫約拿起來，佢有冇起來啊？佢起來喺原文係同一個字嚟嘅，佢起來，不過起來呢，行去另外一邊。神叫佢去東，佢就決定去西，佢要同上帝作對。繼續第3節，佢去咗邊度呢？他下到約伯，見了一條船要往他施去，約拿付了船費就下到船。嗱，如果你睇你中文嘅翻譯，佢上船啊嘛，中國人都係咁講上船啊嘛。但係你睇翻個原文係下到，佢係下船。佢下船嘅原因係咩嘢？因為佢要去躲避耶和華。嗱，如果你繼續睇落去咧，你發覺佢唔單止落到嗰條船裏邊，第5節話俾佢聽，約拿仲落到佢嘅艙底。呢度約拿用咗3次嘅下到嚟講佢自己點樣逃避耶和華。約拿係一個下降嘅先知。如果呢個世界有個股票叫約拿咧，千祈唔好買啊！因為佢係咁跌，係咁跌，係咁跌。甚至我哋講佢開始嘅時候，約拿喺上帝嘅面前，佢係綠燈嘅。跟住佢行下行下，佢變咗做黃燈，跟住變咗紅燈，跟住呢，所有嘅冷鐘喺度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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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佢已經進入一個非常之危險嘅狀態。因為頭先我哋開始嘅時候，尼尼微係一個大惡之城，尼尼微人有極惡，而家個極惡唔單止係尼尼微，仲有係邊個？係約拿。
約拿係一個極惡嘅先知，因為佢不斷下降逃離上帝嘅面前。於是約拿嘅大惡招來耶和華嘅大怒。嗱，我唔知你睇唔睇到咧？喺約拿書裏邊咧，好多嘢都好大嘅。乜嘢至緊要大？大城、大風、大雨、大雨、大惡，乜嘢都係大嘅。耶和華係好偉大嘅神。耶和華在海上颳起大風，海就狂風大作，船幾乎破裂，水手都懼怕，各人哀求自己嘅神明。嗱，你要知道呢啲水手咧係經驗老道嘅航海員，要佢哋喺呢個時候突然間跪晒裏邊，覺得冇其他希望呢，一定代表呢個風係幾咁犀利嘅一件事。佢哋唔單止懼怕哀求佢嘅神明，佢更加做咩啊？他們把船上嘅貨物拋進海裏。呢個風浪一定係非常之可怕巨大，以致佢哋連嗰啲貨都唔要。嗱，你要知道當時嘅貨咧係冇保險噶嘛。你今日如果你遇到大風咪抌咯，唔緊要，保險公司賠噶嘛，係嘛？你當時有冇得賠噶？冇啊，邊個要負責噶？水手啊。所以佢哋抌晒嗰啲嘢落海啊，佢就算佢得翻條命啊，佢都破產噶啦。但係佢哋知道，除非佢哋抌嗰啲貨物，如果唔係佢哋根本冇機會可以執翻條命。於是貨物是小，生命是大。啲水手珍惜佢哋自己嘅生命，佢亦都珍惜船上男女老幼嘅生命。嗱，你一聽到呢個，你諗到啲咩啊？你諗到喺成個約拿書裏邊最唔珍惜生命嗰個係邊個？係約拿。佢唔珍惜佢自己嘅生命，佢亦都唔珍惜其他人嘅生命。但係你睇到呢啲水手，儘管佢哋係拜假神嘅水手，佢哋珍惜船上所有人嘅生命。喺眾人都喺度忙亂嘅時候，約拿喺度做咩呢？約拿卻下到艙底躺臥睡覺。點解佢仲可以瞓得着覺啊？係咪因為佢好有信心啊？係咪因為佢好有平安啊？唔係，你睇到前面嗰個字係咩啊？佢係下到沉睡之地。沉睡係佢下到嘅終點，沉睡係佢躲避逃離耶和華嘅延伸。你知唔知啊？咩叫沉睡啊？我喺度躲避耶和華，我唔要看見耶和華。我唔知你有冇咁嘅經驗啦。我哋細路仔細嘅時候呢，成日都要氹佢瞓覺噶嘛。瞓啦瞓啦，你眯埋眼啦，跟住呢，喺到咁上下，個仔就眯埋眼。爸爸，你睇唔到我，因為我眯埋咗眼。佢傻嘅咩？你眯埋眼唔代表我睇唔到你啊，你睇唔到我啫嘛。約拿就係咁樣一個人，佢眯埋佢隻眼，佢去瞓咗覺，佢當上帝呢就消失咗。其實佢冇辦法逃離上帝。約拿犯惡。因為佢嘅犯惡，佢必須要更去沉睡；因為佢嘅犯惡，佢要逃跑躲避耶和華。約拿嘅犯惡，約拿嘅躲避，令我諗起聖經裏邊另外一個躲避上帝嘅故事。聖經裏邊第一個躲避上帝嘅故事啊，喺邊度啊？所有嘅嘢都係伊甸園裏邊。創世記第3章第8節咁講，那人係邊個？亞當犯惡之後，聽見耶和華神在園中來回行走的聲音，就藏在園裏的樹木中，佢躲避耶和華神的面。咁於是點啊？於是耶和華呼喊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裏？亞當，你在哪裏？有冇諗過點解耶和華要呼喊亞當話你在哪裏？咁你話好簡單啫，佢興啊嘛，發火啦嘛，咪捉佢出嚟，跟住要處罰佢，要詛咒佢，係咪啊？如果你留心有機會翻去睇創世記第3章嘅時候，你發覺當上帝揾到亞當夏娃，
讓亞當夏娃交代咗成件事嘅來龍去脈之後呢，上帝開始發言，但係佢嘅發言唔係詛咒，而係佢第一句說話係俾咗佢哋一個救贖嘅應許。當佢哋解釋晒成件事之後，上帝第一句說話係朝向嗰條蛇，試探人嘅蛇，說謊者撒旦嘅化身。上帝對住嗰條蛇咁講，創世記第3章第15節咁講：我要使你的後裔，你條蛇嘅後裔同女人嘅後裔彼此為仇，他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熟唔熟呢段聖經啊？熟唔熟呢節聖經啊？實有聽過嘅。聖經學者話俾我哋知，佢哋好多人，好多聖經學者相信呢個係成本聖經裏邊第一個福音嘅宣講。呢節聖經講緊啲乜嘢啊？講緊女人將來有一個後裔，唔係女人好多後裔啊，係女人有一個後裔，佢要擊打呢個蛇嘅頭。但係佢擊打蛇嘅頭嘅當中，佢會被蛇所傷。呢個係十字架嘅影子。呢個係講到將來主耶穌基督，佢係女人嘅後裔，佢要嚟為失落嘅人類得到救贖。但係喺當中佢會被傷，佢冇死到，因為佢第3天從死裏復活。呢個係福音嘅影子。第21節，耶和華最後用獸皮做衣服給亞當和他的妻子穿。你記得喺之前佢哋睇到自己赤身露體，於是佢哋整咗好多嘅樹葉嚟遮蓋，但係嗰啲樹葉冇辦法遮蓋到佢哋。最後耶和華點做？佢做咗個獸皮，用咗獸皮嚟布衣服俾佢哋。呢個係乜嘢嚟㗎？聖經學者又話俾我哋知，佢哋好相信呢個係另外一個福音嘅影子。講到歷史上第一個贖罪祭要流血嘅，殺咗個動物嘅，於是有皮穿上衣服，指向主耶穌基督。因為主耶穌基督嘅寶血，今天我哋可以穿上義袍。所以中國人個義字好有意思㗎，係嘛？羊字底下一個我，係因為被殺嘅羔羊，因為代罪嘅羔羊之下，於是我哋有公義嘅義袍。亞當犯惡，上帝呼喚亞當，唔係要處罰佢，唔係要處死佢，係要話俾佢知，只要亞當回轉嘅時候，上帝已經為佢預備咗救贖。上帝呼召亞當係一個愛嘅呼召。OK， 好，而家你將創世記帶翻入去約拿嘅故事裏邊。上帝嚟咯，船長到那裏？當約拿沉睡嘅時候，船長到他那裏對他說：你怎麼樣還在沉睡呢？起來！之前有邊個叫佢起來嘅？係上帝。求告你嘅神明，或者神明會顧念我們，使我們不致滅亡。邊個呼叫緊約拿？咁咪船長咯。再問多次，邊個呼叫緊約拿？你有冇諗過，其實呼叫約拿嘅唔係嗰個船長，係耶和華？有冇諗過係上帝通過呢個船長嘅聲音喺度呼叫呢個沉睡嘅約拿，叫佢起來？你記得喺民數記第22章裏邊有個巴勒巴蘭嘅故事呢？跟住邊個同巴蘭講嘢？係嗰隻驢啊！如果上帝可以通過隻驢牲畜同先知講嘢，你估上帝可唔可以通過呢個船長同佢講嘢啊？梗係得啦！呢個係上帝愛嘅呼喚。起身啊，約拿！起身啊，起身啊！起來求告你嘅神明。約拿嘅神明係邊個？求告約拿嘅神明係耶和華。求告，起身，求告我，求告耶和華。船長話：或者也許神明會顧念你，但係約拿應該知道，如果佢求告嘅唔係其他嘅神明，係耶和華嘅時候，耶和華必定顧念你們。
耶和華必定使你不致滅亡。點解啊？因為佢係一個先知，佢熟讀舊約聖經，佢知道創世記裏面嘅應許。上帝喺度呼召佢起來啊，約拿，起來啊，約拿。約拿有冇起身？我估佢冇。如果我今日拍一套戲呢，就呢個船長叫咗佢幾聲呢，結果都冇辦法走咗，因為約拿唔肯起身，佢假裝唔起身。咁於是點呢？於是上帝再追。第7節，船上嘅人彼此說：來吧，我們來抽籤，看看這災難臨到我們是因誰的緣故。於是他們抽籤，抽籤就到咗約拿。嗱，我想問下你，約拿中獎係因為咩呢？巧合定係耶和華嘅安排啊？乜梗係耶和華嘅安排啦，佢邊有咁好彩啊？點解耶和華要安排約拿抽中獎，抽到嗰支籤啊？因為耶和華要逼佢起身。你可唔可以想象，如果我今日拍緊套戲嘅時候呢，即係船長走咗，跟住大家去抽籤，一抽到約拿，咁點啊？全部人一窩蜂嚟，你瞓唔瞓覺我都要整醒你。於是約拿逼住要起身，佢將約拿蘇醒咗約拿，跟住他們對約拿說：這災難臨到我們是因誰的緣故？你是做什麼行業？從哪裏來？去邊個國家？你係邊個國家嘅？屬邊一族嘅人？呢一節表面上係佢哋喺度審問緊約拿，其實係耶和華創造緊一個新嘅機會俾約拿去思想下佢自己嘅身份。你明唔明啊？係耶和華俾佢一啲思想自我反省嘅空間，讓佢深思曾幾何時佢喺耶和華嘅恩典嘅約嘅當中，佢嘅身份係何等尊貴。耶和華係想通過呢啲問題叫佢回轉，俾多次機會佢回轉。於是約拿回答說：我是希伯來人，我是敬畏耶和華天上的神，我創造了滄海和陸地。他創造了滄海和陸地。約拿話：我係希伯來人，係嘅，上帝係天上嘅神，佢創造咗滄海和陸地，都係啱嘅。跟住中間佢夾插咗一樣嘢，佢話我係敬畏耶和華。我請問你，佢有冇敬畏耶和華？佢冇。因為佢一直喺呢個故事裏邊，佢喺度躲避，佢喺度逃跑耶和華。佢可以講：我曾經敬畏耶和華，我應當敬畏耶和華，但我已經不再敬畏耶和華。於是我喺度逃跑緊。嗱，如果你係約拿，你有少少良知嘅話咧，喺呢個時候咧，你自己心知肚明，你應該點做嘅？你應該回轉。約拿可以回轉，約拿必應該回轉，但係約拿有冇回轉？冇。約拿冇回轉，佢不要回轉，佢不懼怕耶和華，佢不敬畏耶和華。相反，嗰啲水手、船上嘅所有人，那些人就大大嘅懼怕，因為約拿佢哋已經知道約拿喺度躲避耶和華。約拿再次喺人哋嘅相比之下越嚟越低，越嚟越低。但係呢啲人知道約拿呢係一個先知，於是佢哋問佢點樣去解決佢哋而家嘅問題。第11節，我哋開始進入成個故事嘅高峰啦。我們當向你做什麼才能使海浪平靜呢？我哋當向你做什麼才能使海浪平靜呢？約拿嘅答案係咁樣，佢話：你們把我抬起來，拋進海裏，海就會平靜了。我知道你們遭遇這大風浪是我的緣故。我哋中國人有句說話話：解鈴還須繫鈴人。既然呢個風浪係因約拿起，咁亦都係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讓約拿出嚟擺平呢件事。約拿話：你將我抬起嚟，抌落個海裏邊，呢個海就會平靜。我問你第一個問題，佢答得啱唔啱？佢答得啱嘅。我再問你第二個問題，除咗呢個辦法，有冇第二個辦法？有冇第二個辦法可以令海浪平靜？定係呢個係唯一嘅方法？
個答案就係有第二個方法。第二個方法係咩啊？第二個方法就係約拿回轉。約拿回轉求告耶和華。你記得頭先創世記已經講咗噶啦嘛？只要佢回轉，贖罪祭包喺邊個人身上啊？上帝包咗，約拿唔使死嘅。上帝已經為佢預備咗救贖，為佢預備咗完美嘅贖罪祭。呢個完美嘅贖罪祭嘅寶血可以為我哋得到平安。我係聽約拿係個先知，佢醒目仔嚟，佢知道呢件事嘅。佢唔係淨係一條路行，佢有兩條路可以行嘅。但係約拿寧死不屈，佢寧願自己死都不回轉，真係衰仔。佢連自己嘅生命都不珍惜，但係竟然有其他人珍惜佢嘅生命。雖然佢講咗個答案出嚟，但係嗰啲人點呢？喺船上嘅人呢，佢竭力希望將個船咧可以回到陸地，因為佢唔想約拿死。甚至如果你睇更深一層嘅時候，成個故事，成個約拿書話俾你知，究竟邊個喺度憐惜緊約拿？係耶和華。耶和華憐惜約拿。如果我係嗰一個烏蠅拍落去，佢死咗啦，係嘛？但係耶和華興起大浪，為要咩啊？呼喊約拿，你在哪裏？耶和華用嗰個船長去呼喊沉睡嘅起來。耶和華用佢抽籤去呼喊整醒佢。耶和華問佢嗰啲問題，為着要佢悔改。邊個珍惜緊約拿嘅生命？係耶和華。耶和華唔要佢死喺黑暗罪惡嘅深淵裏邊，但係約拿寧死不屈。於是最後冇辦法啦，嗰啲人再求告耶和華，佢話求主你求耶和華你不要將呢個人嘅血歸到我哋嘅身上。於是佢哋就將約拿抬起嚟，拋進海裏，海嘅狂浪就平息了。嗰啲人就大大嘅懼怕耶和華，向耶和華獻祭許願。佢哋大大嘅懼怕耶和華，因為佢真係知道原來耶和華真係創造天與地與海嘅真神。佢好驚佢嘅大能力。呢度話佢哋將約拿抌去海裏邊，狂浪就平息咗。波濤洶湧嘅大海係代表咗上帝聖潔嘅上帝對罪惡、對叛亂嘅人嘅憤怒。血債血償，罪債命償。希伯來書9章22節話：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於是上帝將約拿呢個大罪人抌落嘅海裏邊。當約拿屍沉大海之時，亦都係風浪平息之際。當約拿屍沉大海之時，亦都係風平浪靜之際。係唔係啊？係唔係啊？係咪當約拿沉到海嘅底，當佢嘅血流在海底裏邊，喺嗰一刻，呢個巨浪就平息咗，係咪啊？唔係啊！約拿有冇死啊？冇死到，因為我哋仲有一節聖經第17節咁講：耶和華安排一條大魚吞下約拿，約拿在魚腹中3日3夜。你搞乜鬼啊？係咪耶和華改變咗主意啊？係咪佢本來已經俾個衰仔死噶啦？結果最後都係唔忍心啊，慈父多敗兒係嘛？於是最後唔忍心，耶和華改變咗主意，救咗約拿，係咪啊？答案係 yes and no。係耶和華改變咗主意，但係你要問點解耶和華改變主意？唔係耶和華一時一樣，唔係耶和華攞不定主意，
耶和華改變主意係因為之前仲有一節聖經，約拿書第1章16.5節，佢話約拿臨崖勒馬求告耶和華，於是耶和華安排一條大魚將佢救咗。喺呢本聖經度有冇呢節嘅？冇啦，有你要同你投訴下啦。呢節我加噶嘛，邊度有16.5節嘅啫？但係你話點解我要加呢節呢？你去到第2章咧，下個禮拜再翻嚟聽嘅時候，你就知道，其實成個故事裏邊咧有個佈局嘅。個佈局咧就唔係上帝改變咗主意，而係因為喺千鈞一髮之中，喺最後佢將死嘅時候，約拿臨崖勒馬求告耶和華，於是耶和華將約拿拯救。但我哋仲有一個問題未解決。如果約拿嘅血冇流到，咁罪點樣算？如果冇血，點可以贖罪呢？個答案呢，就之前已經講咗好多次嘅，就係耶和華自有預備，耶和華早有預備。約拿嘅得救係因為耶和華一早已經預備咗一個完美嘅贖罪祭。呢個贖罪就係佢自己嘅兒子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為我哋成全嘅救恩。但係你話林牧師，約拿死嗰陣時，或者約拿就死嗰陣時，被得救嘅時候，耶穌都未嚟嘅喎，仲有好多年嘅喎，係咪啊？咁約拿點可以被耶穌所拯救嘅呢？嗱，其實你個問題呢，可以包括舊約裏邊所有嘅人嘅。如果我哋話舊約裏面有啲人係被得救嘅，好似亞伯拉罕，好似大衛，佢哋係憑乜嘢得救嘅？有冇諗過啊？個答案就係當耶穌未嚟嘅時候，舊約中嘅信上帝嘅人回轉歸向耶和華嘅人，係憑着耶和華嘅應許得救嘅，係憑着耶和華嘅保證得救嘅，係憑着耶和華嘅信用卡得救嘅。上帝碌卡啊！喺舊約裏邊，上帝碌卡啊！今日唔使碌啦，因為今日有 debit card 啊嘛，因為耶穌已經嚟咗啊嘛。但係你張卡可以碌，係因為有人保證將來一定嚟還債，而嗰個人係耶穌基督。所以好有趣嘅，當你由舊約去新約嘅時候，你發現喺新約裏面有個古仔啊，好似約拿個故事嘅，係耶穌嘅故事。海上有一個風暴，有一班驚恐嘅船員，有個沉睡嘅奇人。喺新約裏邊係耶穌平靜風浪嘅故事。你記得耶穌當時係點樣平靜風浪嘅？耶穌醒了，佢斥責嗰個風，於是叫個風停止咗，個風就停止咗。如果耶穌講一句說話就可以解決問題，咁點解需要上十字架呢？有冇諗過呢個平靜風浪其實係一個影子嚟㗎？其實係一個預言預表將來耶穌要做嘅事情。如果你熟四福音嘅時候，你發現耶穌好中意咧斥責嘢嘅。我哋當然我哋知道耶穌斥責暴風。但係耶穌除咗斥責暴風之外，佢仲斥責污鬼，佢亦都斥責熱病。你記得彼得嗰個外母啊，生熱病啊，喂，醫人啊醫人啊，佢斥責嗰個病喎，做乜鬼呢？呢啲所有都係耶穌作為一個先知喺度做緊一個預言嘅行動。風暴、污鬼、熱病，代表咗人犯罪墮落之後嘅後果。風暴代表咗上帝嘅憤怒，污鬼代表咗黑暗嘅權勢，熱病代表咗死亡嘅威脅。人類有兩個大敵，冇人可以勝過，一個係罪，一個係死亡。耶穌所做嘅一切嘅神蹟係指向人類終極嘅兩個問題。馬太福音第1章第21節咁講，瑪利亞要生一個兒子，呢個兒子要成為一個女人嘅後裔，你要起名叫佢做耶穌。耶穌嘅意思就係神是我的拯救，上帝拯救，耶和華拯救，因為耶穌要將佢自己嘅百姓從邊度拯救出嚟啊？從罪裏邊拯救出嚟。
耶穌嘅來臨係要成就舊約裏邊嘅應許。有一天上帝最完美嘅贖罪祭會嚟到，耶穌點樣拯救我哋從罪同死亡裏邊，通過兩樣嘢，佢嘅十字架與佢嘅空墳墓，一切嘅事情，一切嘅救贖指向主耶穌基督為我哋成全嘅大功。所以今天我哋嘅教會上面要有個十字架，係嘛？我哋教會上面唔係有個耶穌喺度行神蹟嘅，我哋教會上面唔係有個耶穌平靜風浪嘅圖畫嘅。我哋有個十字架唔係因為慳錢，唔係因為簡單，係因為十字架就係耶穌嚟到地上嘅使命。約拿書指向主耶穌基督嘅拯救。最後我想帶你翻去睇呢個大圖畫，約拿書第一章嘅大圖畫。約拿書第一章，通過約拿書第一章，上帝啟示俾我聽，佢係一個大大嘅耶和華，佢係一個大而可畏嘅耶和華。佢係一個大而可畏嘅耶和華，因為耶和華有大大嘅憤怒。你睇到嗰個風浪，佢代表上帝，佢嘅憤怒，佢公義嘅憤怒，朝向嗰啲不願回轉嘅人，朝向嗰啲罪人，朝向嗰啲逃避上帝嘅人。但係我哋知道上帝係一個大而可畏嘅耶和華，佢係一個大大耶和華，唔單止因為佢係大大嘅憤怒，亦都係因為另外一邊佢有大大嘅救贖。嗰條魚代表咗佢嘅救贖。嗰條魚有幾大？好大。我知道我哋通常諗呢條魚咧緊緊夠約拿咧喺度 squeeze 入去嘅啫，你明嘛？你就算睇而家潛水艇都好窄噶嘛。你可唔可以想象條魚好大嘅？你可唔可以想象條魚好似我哋去 cruise 嗰啲咁多嘅？佢喺裏邊3天喺度享受嘅大大條魚，大大嘅救贖有幾大？十字架咁大，上帝嘅愛長闊高深咁大，大而可畏嘅耶和華，大大嘅憤怒，大大嘅救贖。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問你，你今日喺邊度？嗱，我喺聽，如果你當中有人咧仲未信主嘅話，仲未認識耶穌嘅，仲未認識耶和華，仲唔係俯伏喺佢面前嘅，或者你嚟咗教會好耐，你個個禮拜都坐喺度，但其實你心裏邊唔知去咗邊度，你可能喺度沉睡嘅。我唔係話你，我講到你瞓覺啦。你可能喺心裏面逃離嘅，你星期日嚟一嚟，你就逃離咗噶啦。其實你根本唔係追求緊耶和華。如果我哋當中有咁嘅人，我話俾你聽，你要小心，因為上帝大大嘅憤怒喺你嘅生命上面。你唔好以為上帝唔知道，上帝全部都睇得見。你要大大嘅恐懼戰驚。但係我唔想你淨係睇到上帝大大憤怒，我要你睇到大海嘅另外一邊有咩等緊你啊！大大嘅救贖，你唔需要喺嗰邊噶，你可以快快脆脆游翻去嗰邊噶嘛。大大嘅憤怒，如果可以讓你大大嘅回轉，你可以進入上帝大大嘅救贖裏邊，你明嗎？呢個係約拿書嘅信息啊！你唔使死噶，你唔使搵條命搏噶，你可以大大嘅回轉，因為耶和華係恩典慈愛、豐盛憐憫，翻嚟啊，翻嚟啊，翻嚟啊！如果你已經翻嚟咗，你知道係幾美麗嘅一件事。我要你每天去思想呢個大大嘅救贖。我哋今日好少人講呢樣嘢㗎，係嘛？你信咗主咪算咯，唔使再諗福音嘅。唔係嘅，你點可以有能力活出一個超然嘅生命？你問下保羅啊，基督嘅愛激勵我，激勵我們。保羅每天喺思想呢個大大嘅救贖。保羅知道佢條命係上帝執翻嚟嘅。保羅知道佢應該喺另外嗰邊，佢應該喺大大憤怒裏邊嘅。保羅知道當耶穌被釘喺十字架，被釘喺十字架上面嗰個係應該係佢嚟嘅。當保羅諗到呢樣嘢嘅時候，佢大大嘅敬畏上帝，佢俯伏喺上帝面前。Yahweh greatly to be feared，
耶和華係大而可畏嘅耶和華。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如果你有機會去睇舊約聖經裏邊咧，佢經常講到敬畏耶和華嘅。但我想你話俾你知咧，喺舊約聖經裏邊咧，無論係英文或者原文咧，個 fear 呢個字咧得一個字嘅啫。中文啊真係叻嘅，我哋中文有兩個翻譯嘅係嘛？有一啲係咩咧？耶和華嘅大大使人咩啊？畏懼。未回轉嘅人，佢喺耶和華嘅面前，佢應該係咩啊？震驚啊！佢應該戰鬥，佢應該使人畏懼。但係如果你回轉去到耶和華大大嘅恩典救贖嘅當中，你應該係點樣嘅人呢？係一個敬畏，好唔同嘅兩樣嘢嚟嘅。所以你就去睇詩篇103篇，好有意思。詩篇103篇第3節咁講，佢話耶和華，你若究察罪孽，主啊，誰能站立得住？你大大畏懼啊！如果上帝要同你討賬，要同你計數，你應該大大嘅恐懼。不過仲有第4節，但在你有赦免嘅恩典，要叫人咩啊？敬畏你，俯伏敬拜。你由第一個 fear 轉去第二個 fear。所以中文真係好正嘅，我哋由畏懼轉入敬畏。喺英文我要 fear one 轉去 fear two， 可能紅色個 fear 轉去藍色個 fear， 你明白？好麻煩嘅，中文真係好正嘅。上帝要我哋喺佢嘅福音裏邊成為一個敬畏耶和華嘅人。走之前問多你一條問題 ：You got fear？你敬唔敬畏耶和華？耶和華喺你嘅心裏邊係咪一個大而可畏嘅神？嗱，信不信由你。呢個世界咧有好多人咧覺得上帝係無懼上帝嘅，於是佢自己任意去活佢嘅生命，係嘛？甚至我可以咁講，喺教會裏邊都有好多人係咁樣嘅，係嘛？佢當上帝冇到，佢係一個無懼上帝嘅人。我哋唔可以咁，我哋真係要敬畏耶和華。我哋知道上帝係大而可畏嘅上帝。如果你話我係敬畏耶和華嘅時候，我要問你第二條問題。咁你係畏懼上帝啊，定係敬畏上帝啊？你係畏懼上帝，因為你知道佢大大嘅能力。如果唔返教會，佢炒我成家㗎喎。你有冇諗過啊？我唔知你以前有冇讀書嘅時候有冇諗過，如果我今個禮拜唔返教會，我下個禮拜肥佬㗎。於是乖乖地都要嚟嘅，因為驚啊嘛，因為你相信上帝有咁嘅大能力啊嘛。但係呢個係一個畏懼上帝嘅生命，唔係我哋要嘅。我絕對要你哋畏懼上帝，但我更加要你哋敬畏上帝。喺佢嘅恩典裏邊，當你喺佢嘅恩典裏邊嘅時候，你成個人生會完全嘅被扭轉。The gospel changes everything。明白呢個福音，明白呢個福音有幾偉大嘅時候，會改變晒你成個人生，改變晒你同人與人嘅關係，你同上帝嘅關係，改變晒你同呢個世界所有嘢事物嘅關係。我同你打個比方，佢會改變晒你同金錢嘅關係。一個無懼上帝嘅人，佢唔需要奉獻嘅，或者佢可以做個假奉獻嘅，係嘛？呢個世界有好多人係咁樣，一個無懼上帝嘅教會係一個唔奉獻嘅教會嘅。嗱，我點解我講錢？因為上個禮拜我哋啱啱講完啊嘛，馬拉基書啊嘛，係嘛？冇，你翻去聽下。嗱，我唔知道你香港咩經驗，即係我翻嚟試經驗少啦。我哋美國咧，經常咧有個咁嘅情況嘅，喺年尾年頭嘅時候咧，就會教會有個執事出嚟報告翻舊年嘅我哋嘅財政狀況。咁其實大家都知啦，舊年每年即係每個月咧都係虧款嘅，跟住嗰個執事會出嚟報告，感謝主，最後一個月神上帝好大大嘅恩典，竟然最後呢，我哋係冇赤字嘅，真係感謝主。
但係通常呢，會有另外一個好 sharp 嘅執事會講：我哋係真係冇赤字，不過我哋教會真係咁窮嘅咩？如果你計翻我哋教會有幾多個人，就係計下我哋今年嘅奉獻，咁每人真係俾嗰啲嘅啫喎。所以你唔好為着我哋教會舊年冇赤字而高興喎，冇赤字唔代表任何嘢嘅喎。你計翻條數，呢個教會仍然可以係一個無懼上帝嘅教會，好多人驚嘅事情，你知唔知啊？無懼上帝嘅教會係一個唔奉獻、假奉獻、隨隨便便、少少係咁以敷衍你嘅教會。如果你係一個畏懼上帝嘅教會，你會點？11奉獻咯。牧師教㗎，唔11奉獻，一人俾上帝產嘅。點知唔好搞我個仔啦！我知佢靈，我知佢真嘅。於是你好驚，你乜都做到齊，乜嘢都要11奉獻。當然啦，你知道有啲教會話俾你聽，唔單止金錢要11奉獻，時間都要11奉獻，你嘅才能都要11奉獻。好啦，咁咪嚟教會侍奉咯。但係你冇喜樂嘅。11奉獻嘅教會，我哋要嘅唔係一個畏懼上帝嘅教會，我哋要嘅係一個敬畏上帝嘅教會。如果我哋嘅教會唔係單單畏懼上帝，而係敬畏上帝，你諗下我哋教會嘅奉獻會係點樣嘅一個奉獻呢？仲係咪計緊 percentage？ 仲係咪計緊11嘅問題呢？係10嘅奉獻，係全人嘅奉獻，而係帶住極大嘅喜樂嘅奉獻。如果教會係一個敬畏上帝，喺上帝大大恩典裏邊做奉獻嘅教會，真係不得了啊！如果真係公理堂係咁嘅咧，唔好話起24堂啊，100樓都得啊！你明唔明啊？如果教會今天成為一個敬畏上帝嘅教會，咁啊真係豬籠入水，恭喜發財。我唔係講緊教會，我講緊你喎。你就真係豬籠入水，恭喜發財，因為你天上嘅財寶有幾多？你諗下，上帝呼喊我哋起來，回到我嘅面前，聽我嘅指引，進入我嘅恩典，俯伏喺我恩典裏邊，將你嘅一生，將你所有嘢俾我，因為我要為你積財於天上。你信唔信？你相信嘅時候，將你自己一生擺喺上帝面前，讓上帝用我哋嘅教會。我哋嚟祈禱。我哋天父，我實在感謝你。我哋知道約拿最後係成為一個敬畏上帝嘅先知。我唔知道佢點樣回轉，我哋唔知道，但係我哋知道佢回轉咗。佢寫呢封信，呢本書裏邊充滿着耶和華嘅美善、偉大、恩典。佢貶低佢自己，為要高舉耶和華。主啊，我哋巴不得我哋都可以寫出一個咁樣嘅阿非正傳。我哋巴不得呢個係我哋生命嘅記號。我哋巴不得喺你天國裏邊，我哋唔係奉上個少少嘅1/10，而係將我哋全人擺喺你面前。呢個係一個不得了嘅事情。如果我哋有一個敬畏上帝嘅教會，我哋一班敬畏上帝嘅弟兄姊妹，呢個真係不得了嘅事情。香港真係會反嘅。主啊，求主你幫助我哋，燃點我哋嘅生命，讓主耶穌基督十字架深深嘅印在我哋裏邊。我哋將未來嘅3個禮拜都交喺你手中，叫你帶我哋進入你豐盛嘅恩典裏邊，幫助我哋。我哋咁樣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